讲到盐埕，毋是伫高雄，正确来讲，台南南区嘛有盐埕。盐埕街区欢迎发展协会规划一张地图，顶面有相关内底31间店家，将透过 QR code 会当互游客一摆看好招。地图把所有的店家标示出来的位置，那我们有做每一个店家的一个介绍、营业时间啊，或者是Google 的地图的查询，或者是它的营业内容。那我们也帮你设计的一些，就是说，你可以一日游要去哪些店家，或者是2日游去哪些店家。盐埕本身有历史文化，观光效益相当的高。协会整合老中青三代做数位行销，希望会当带动经济发展。其实，在日治时代，我们是总督府，等于是首都的这个概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位置跟地理是比全台湾来讲是更重要的。那未来我们会期望更发掘一些老的店家，还有年轻的店家，这些把它做一个结合，让各位来到盐埕的话，会看到更多的一些老中青的这些店家，还有一些文化的。相关未来会阁发掘更较侪店家来做结合，同时办理产业活动，互南区盐埕愈来愈热闹。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。